大家好，我係李嘉瑩老師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堅毅得肉主題。喺分享之前，我想大家用少少時間思考堅持、堅毅兩者究竟有咩分別？唔知大家內心答案係咩呢？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李惠安 Angela Lee Duckworth 提出，其實堅持有時只係重複做一件事，而堅毅就係喺長期目標前，就算面對無聊、挫折、失敗，仍然能夠保持熱情同埋努力。以下我想分享一段喺2012年有一個香港男仔上載嘅打鼓 YouTube 片，我哋一齊去片啦。梁文軒喺2012年紅極一時，紅唔係因為佢夠靚仔，而係因為佢將曲奇餅罐同書本當鼓咁嚟打得熱情投入，虎虎生風。即使面對家人反對、外界嘲笑，佢仍然保持當年團火，至今未曾熄滅。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好似梁文軒咁堅毅如一呢？第一，尋找並且確立熱愛嘅目標。有熱愛嘅事情，自然就有更大嘅動力毅行落去。但我哋只係普通人，有好多普通人嘅懶散同埋壞習慣，又如何尋找並且確立熱愛嘅目標呢？所謂萬丈高樓平地起，做好一切你能夠做到嘅小事，已經係堅毅嘅第一步。面對各種事情，我哋應該話俾自己聽，我想做，我會做，我第一步將如何做，幫自己數10秒鐘嘅時間，時間一到就立即坐言起行。你會發現自己少咗好多拖延，自然就能夠開始做事，開始向住唔同嘅目標進發。第二，分拆目標，增加可行性。目標太大難以達成，目標太容易又缺乏挑戰，不如試下先設定一個高階嘅目標，再細分成唔同嘅步驟，既具體易明又容易操作。正如一下子要達成文憑試332A33成績好難，但慢慢拆細，先由操練近3年嘅文憑試試卷開始做起，了解自己喺做卷時嘅強弱項，調整溫習策略，就相對容易得多，亦都容易堅持落去。第三，我哋要用唔同嘅方法對抗路途上嘅無聊，尋找熱情。你話你好想改善英文，但除咗鍾意追星，冇乜其他嘅興趣？冇問題，有冇興趣上外國論壇 Reddit 同啲外國人一齊追星啊？除咗可以了解唔同國家嘅文化，又可以練習英文，一舉數得。你話你好想培養睇書嘅習慣，但一睇字就想瞓覺？冇問題，不如試下由睇漫畫開始。子曰君子不器，即係君子唔會好似器皿一樣受到外形容量所限，束縛自己嘅思想同埋識見。有好多嘅漫畫背後蘊藏住好深刻、好有意義嘅信息，探討人為何而生、為何而死，以及人類對世界嘅信念。原來每個人都有追求知識同夢想嘅可能，無關階級、種族、年齡又或性別，每個人都有闖開真理殿堂嘅資格。第四，堅毅唔代表唔可以保持開放嘅心態面對各種可能。有時 A 呢條路行唔通，我哋仲可以試下 B、C、D、E 其他路線。好似登山一樣，雖然登上頂峰係好事，但我哋都需要顧及自己身體嘅狀況、糧食嘅補給、平安落山路線嘅等等各種現實問題。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堅持目標有好多唔同嘅方法，唔係淨係得一條路線可以走。我哋唔單止要 work hard， 仲要 work smart， 先可以走得長久，走得深遠。喺龜兔賽跑嘅故事入邊，烏龜贏咗比賽，贏嘅唔係速度，而係堅毅。落雨跑得慢啲，出太陽就跑得快啲，跌低就爬返起身繼續向前跑。喺呢個樣樣求快求速成嘅年代，希望大家都能夠做一隻穩健堅毅嘅烏龜，走出自己嘅路。我嘅分享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